2012年有個小朋友佢好夠姜咁喺 Facebook 開咗個專頁叫做曼聯新聞。2013年佢更加將呢個文字平台塑造為一個聲音嘅平台。逢星期五11至12 ，David FG 同你一齊解讀關於所有曼聯嘅新聞。自正係曼聯球迷嘅你，記住聽我哋嘅節目啦！好，翻到嚟第17集嘅10分延遲一拖再拖嘅曼聯新聞 ，OK， 咁啊 total 成個幾禮拜就停播嘅，咁啊因為國際賽期我哋都順便唞一唞啦，係咪先？咁啊點知翻到嚟今集咧，成9萬幾單嘢冇時間講，唔知今集要做使唔使做2個鐘先講得晒 ，OK， 咁啊今集亦都係曼聯新聞開播咁耐啦，咁啊首次3個主持同時做節目嘅 ，OK， 咁啊 David 喺度。FG 喺度 ，Vincent 係啦，咁啊，今集我哋首先講啲球迷會嘅活動啊，嗰啲事務先 OK 咁啊。上個禮拜啦，咁啊對咗呢個香港嘅曼聯球迷隊啊，咁啊，因為我哋都係埋班冇幾耐啦，咁啊，俾對手就3-0擊敗咗我哋啦 ，OK， 咁啊，青年軍就輸1-0嘅，咁啊。唔係青年軍輸2-0，成人組輸1-0啦 ，OK， 咁啊冇所謂啦，自在開心嘅啫。呢啲默契啊，各方面嘅嘢我哋都可以慢慢再磨合啦 ，OK， 咁啊然之後嚟緊20號啦，都會去再對翻就係車路士是最勁啦 ，OK， 咁啊時間地點嗰啲啊，各位球迷啊有興趣嘅會員就上球迷會度睇啦 ，OK， 咁啊然之後至於大家最關心嗰個波衫嘅問題咧。咁啊，星期一開始 ，OK， 星期一即係聽日開，sorry， 星期二，聽日開始啊嘛，大家可以上去呢個嗰個 Subera 嘅球衣專門店嗰度攞噶啦。咁個地址同埋嗰個營業時間咧，咁啊稍後我會喺球迷會度公布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咯 ，OK， 可以自己上去拎衫。咁啊，會費嗰度如果係上去專門店拎衫嗰班會員咧，咁遲啲出到嚟踢波之後再補交翻個會費俾我啦 ，OK， 咁啊唔使你到時上到去拎完衫就可以走噶啦，係啦，咁啊翻到嚟今集啦，咁啊首先講晒所有新聞先，哇啲新聞多到數唔晒 ，OK， 講咗啲青年軍先啦，好唔好？因為今集就青年軍 crossover 呢個 first team 啊 ，OK， 青年軍呢兩個禮拜咩新聞啊 ，Vincent？青年軍就喺呢一個國際賽期咧，咁啊有2單新聞出咗嚟嘅。咁啊第一單就係話之前養傷1年多嘅前鋒 William Keane 咧，就佢因為佢3場入4球啦，同埋其他之前喺閉門練習賽對伯明翰嘅時候，雖然輸波咁，但係都幫曼聯攻入唯一嘅一個入球。係啦，咁啊嗰個表現咧，咁就受到其他嘅英冠球隊嘅注視，咁啊尤其是列斯聯嘅主帥咧，亦都有喺嗰場波就入到卡靈頓入面去睇嘅，係啦，咁啊而家有4支球隊就希望就借佢嘅，咁啊但係今日都有新聞就話係希望就等多陣先，因為始終佢係大傷啊，咁啊希望等多陣就唔希望咁快出去住，即係唔好咁急。咁啊最新消息就係1月先至會考慮去借出去。哦，1月先，即係冬季轉會市場嗰陣時先考慮借佢出去。冬季先至轉。咁啊，另外一個就係中場端尼基夫而家借緊去葉士域治嘅。咁啊，佢將外借合同就去到1月1號就到期啦。OK。咁啊，而家葉士域治佢喺葉士域治就踢緊一個正選嘅偏左嘅中場啦。咁啊，佢嘅主帥麥卡菲就希望曼聯能夠延長佢嘅外借合同去到季尾，係啦。咁啊，而家未傾得掂，咁啊，仲商談緊。OK， 咁端尼其實呢個延長外借係一件好事嚟嘅，無可否認呢件一件好事嘅，絕對係啦。呢個唔使大家有留意開嗰啲都知咩事㗎啦。咁啊，仲有冇其他新聞？其他嗰啲就最後就有國際賽期啦，咁啊一陣間先。一陣再講啦，係咯。咁啊，至於 First Team 嗰啲新聞就真係一籮籮啊。咁啊，首先啦，原之前提及過啦，咁啊，奧脱福附周邊有條街，嗰條街叫咩名我唔記得咗。嗰條街等我一
陣先嗰條叫 Water Switch 啊，係啊。 Water Switch，OK，咁啊，嗰條雞原本就原定係轉，即係為咗紀念費格遜嘅成績啊功績啦，OK，咁啊將佢轉做呢個 Sir Alex Ferguson，即係同畢士比爵士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咯，OK，咁啊轉咗噶啦，已經係咁啊，睇下稍後我哋有啲英國駐地記者睇下幾時會經過，影翻張相擺上 page 啦，OK，咁啊，然之後就馬哲達受傷啦，馬哲達其實 first team 介乎 first team 同青年軍之間啦，OK，咁啊馬哲達就喺唐加士達受咗傷嘅。咁好似話係會翻 Carrington 嗰度做治療同埋結束個外借喎，係嘛？但係唐加士打方面就話希望係延長個外借嘅，同 Tony Campbell 一樣。咁啊呢位仁兄就延長就梗係延長㗎啦，我都希望係咁，冇理由即係收翻佢翻嚟坐嘅，好老實嗰句係咪先？咁啊至於費蘭尼都傷咗嘅，但係費蘭尼嗰個傷咧有啲 QK 嘅，真係。莫耶斯曼聯嗰邊就同埋啲傳媒都話費蘭尼會傷啊，啱2個月嘅，咁但係今個禮拜週中嘅國際賽啦，咁啊費蘭尼就其實有上陣嘅，替比利時國家隊，亦都係踢足全場 ，OK， 咁啊然之後就嗰啲球迷就又係出嚟話係咪莫耶斯搞事啊，又喺度圍插莫耶斯啦 ，OK， 咁其實嗰個費蘭尼嗰個傷咧，其實老老實嗰句，你話如果佢係傷手腕咧，咁其實正球員你話如果傷手腕，你話紮住佢上陣，其實就真係冇乜問題嘅 ，OK。咁但係佢傷嗰個手腕咧，你同埋佢踢嗰個位，大家要考慮到費蘭尼踢嗰個位咧係一個中場嘅一個相對上係比較容易撲街嘅位嚟嘅 ，OK。即係你如果手腕傷咧，佢踢呢啲咁易撲街嘅位咧。幾危險嘅，其實我覺得，大家點睇啊？喂，等我一陣。絕對係。O K， 即係等咩一陣咧？你打飛機啦。即係等一陣。咁其實費蘭尼嗰個我就個人覺得有出邊傳媒嗰度就話佢係 around 12月或者1月先去做手術啦。O K。我唔明嘅就 Vincent， 你可唔可以解答到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而家唔去做呢個手術，要拖到去12月或者1月先去做呢個手術？嗱，若果佢話完咗國際賽期做就都或者可以理解啦，因為方國家退出啦。咁啊，但係你話要拖到11月尾嘅話，因為11月尾就有國際賽期噶嘛都。係。咁我就唔知係咪話要等埋比利時最後一場世界盃。因為我就唔知道比利時喺嗰個世界出咗線㗎啦，肯定出咗線㗎啦，係咯，呢個就係最搞笑咯。係咯，如果係嘅話，就其實就唔使應該拖到，因為最後嗰場真係太空波嚟㗎啦，咁啊踢都冇所謂。如果係嘅話，其實應該就踢完今場之後就做，因為我哋專業都已經出咗 post，就係話其實曼聯喺聖誕嘅賽程其實嗰個。無論喺個密度啦，同埋對手嗰個情況咧，都比較硬嘅。咁啊，若果咁遲先踢嘅話咧，咁就真係原班人馬出㗎啦，真係要。係呢個真係拗晒頭，呢個真係拗晒頭，同埋最重要嗰樣嘢啦，曼聯歷屆嘅聯賽啦，都係靠11月、12月嘅快車去搶分嘅。OK。即係費蘭尼，我唔知，即係唔可能係曼聯嘅內部問題又好，或者個人嘅意願都好啦。OK， 即係點解會揀喺呢啲咁嘅時間先去做手術咧？呢個時間其實係對於曼聯整季嚟講係最重要嘅時期嚟嘅。OK， 呢個我真係摸不着頭腦，究竟喺度諗緊啲咩？呢個可能遲啲再有詳細啲嘅報道出到嚟，我哋可以再講一講啦。OK， 咁點啊？你有咩補充？我自己覺得就因為費蘭尼唔啱打硬對硬嗰啲比賽，你睇即係嗰啲強隊全部中場超快嘅，即係嗰啲乜鬼阿仙奴啊、車路士啊、熱刺啊、愛華頓啊、邊個有曼城啊嗰啲，全部中場都快嘅，你一定唔可以出費蘭尼啦！你曼城嗰場已經見到費蘭尼喺一啲快上快落比賽完全唔掂當嘅，咁你。如果呢啲比賽即係1月12月嗰啲比賽，全部差唔多好多場波都係打強隊，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使佢好我都唔會，我覺得佢都唔會上陣咯，會喺
會之後會喺翻啲高 Q 大棍嗰啲球隊，即係對高 Q 大棍嗰啲球隊先至會上陣咯。我自己覺得就我哋而家假設咗佢12月同1月係因為做手術而缺陣啦。OK 嗱，1月同12月同1月有啲咩強隊可以即係稍微強隊可以睇下咧？即係嗱，首先就熱刺啦、愛華頓啦。咁啊，然之後就1號即係新歐聯，到時歐聯就應該唔大問題嘅啦，我諗。同埋12月都係得一場歐聯，就係你話古信嗰場歐聯嘅啫，唔係沙達 sorry。咁啊1月其實就相對上可能會難嘅，咁啊1月有熱刺啦、車路士啦、史雲斯啦，跟住聯賽杯2輪嘅呢個4強啦。OK， 假設曼聯入到去4強嘅話，係啦，咁去到呢個位咧，其實冇咗費蘭尼，我個人覺得係比較惡踢少少嘅，係咯。我自己唔覺咁，唔係咁睇喎，反而嗱，即係或者唔係中新特蘭嗰場 ，OK 你講。我喺新特蘭嗰場波見到卡華尼實硬整咗好多，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卡華尼啦，佢比以前係撞得即係比以前更加撞到咯。即係佢同費蘭尼個雖然冇費蘭尼咁撞得，但係差點講好咧？即係比以前高咗一階。唔係，或者就係話，其實費蘭尼可能因為而家卡華尼係覺得嗰個傷咗啦，要缺陣啊，都係成大半個月噶啦。會唔會出現到個情況就係話費蘭尼頂住呢排先，等奇華尼復出啦 ？OK， 咁佢先再做手術咧？嗱，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原因嚟嘅。應該唔會，因為佢係喺佢講完之後，卡華尼先有消息話佢傷咗嘅。哦，咁啊真係羅生門啊！我都唔知究竟呢個係一個點樣決定到出嚟嘅嘢 ？OK， 咁啊呢個用如果兩隊軍醫嚟睇都話要10月同1月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冇乜問題嘅。即係如果12月即係兩隊比利時同埋曼聯兩隊軍醫都話10月1月做都可以。即係個傷勢應該唔會太大。如果係點解唔可以而家直接做咗佢咧？唔可，即係我哋又唔知軍醫點諗啦，可能佢覺得可以點，我真係唔知。唔係，其實我覺得真係唔任何即係冇講唔通嘅。點解你而家根本就係即係已經 set 定咗你12月會有一個傷兵噶啦，仲有一個相對上比較重要嘅新兵啦。OK， 真係拗晒頭。OK， 唔知唔識講啊，完全。唔係一月我覺得莫耶斯一定會買翻一兩條友，而且應該會有中場喎，自己覺得就1月。嘥氣啦！真係會有。風啦啦，你做咩支持湖人啊？呢度曼聯頻道喂。湖人頻道去。點啊？點解會1月會有新人咧？你覺得？因為點講好咧？佢即係我覺得莫耶斯係一定見到中場係好有問題㗎啦。如果唔係點會拖到咁耐，臨尾都要求其塞個費蘭尼都要頂硬上咧咁樣。同埋靴利拿呢條友應該1月有機會加盟嚟曼聯，我自己覺得。但係你要明白嘅就係話歷屆嘅曼聯啊，呢個傳統就係話1月都唔會有啲好逼雕嘅嘢翻到嚟啦。OK， 即係上幾集都睇過。靴利拿都唔係逼雕喎，靴利拿都唔係逼雕。靴利拿呢條僆仔，你記唔記得下季報價嗰陣時報幾多錢啊？人哋違約金咁貴先要報咁多啫，傻嘅。咁都係個逼雕嚟嘅咯，大佬幾千萬報我講緊。都唔算係逼雕，即係唔係 big name 嗰啲。唔係 big name 還 big name，逼雕還翻逼雕啫，你明白？我想講冬季買唔到嘅嘢，喺強隊身上買唔到嘅主力嘅，只係即係喺強隊身上買唔到主力。但係如果你喺比較中游或者下游球隊咧，係買到有機會係即係比強隊係大，但係幾成機會係可以買到主力翻嚟嘅。咁啊，睇下 FG 嗰個神預測今次會唔會中？我自己就真係唔係好睇好，冬季會有啲咩神奇嘅收購啊？對於莫耶斯同埋 Edward 呢兩條冷炭啊，轉會市場嗰個功力咧，我真係不敢恭維。OK， 咁啊唔講埋人住啦，反而有人啊已經話要喊走噶啦。呢兩條友咧就係阿法比奧同阿小豆。OK， 法比奧喊走我明白，小豆喊走其實我都明白嘅。OK。
發俾我嗰個其實就唔使多講噶啦，即係可唔可以用屈屈不得志去形容呢位球員咧？喺曼聯嘅情況呢，兩位？我自己覺得其實佢當初加盟曼聯其實尚算成功嘅。你睇下歐聯決賽都出去做正選就知，但係唔知點解可能就係因為依場波之後咧，費 Sir 就開始唔重用佢，到依家就我唔使多講啊。嗱，阿 Win，你係由青年軍開始睇住法比奧佢哋大啦 ，OK？ 你對法比奧喊走呢單嘢你點睇？合同期即係尤其是開啲之後啦，都列咗話合約到期比較危險，即係傑斯啲一年一約或者利奧費迪南嗰啲就除外啦。咁如果你以年青球員嚟講，合同期剩翻1年，咁上陣時間亦都唔多啦。今日同埋最大，我覺得啦，其實最大嘅問題都係，尤其是右閘啦，都講過好多次，宗師就唔係一個右閘嘅最好人選啦。咁嘅情況之下，佢都係唔用法比奧可以打右閘嘅呢一個嘅屬性啦。咁其實都對於佢嚟講都算係一個比較大嘅挫折嚟嘅。係啦，咁如果你話由青年軍開始睇，其實佢都打過一個防守中場啦，亦都打過左翼嘅。係。咁如果你話以防守中場位置去起一隊嚟講咧，就個功力未夠。係啦，咁啊，但係左翼嚟講其實都 OK 嘅。咁啊，而家翼鋒嘅位置亦都有嗰個人手爆晒人嘅情況之下，係啊。爆晒人啦，係用得嘅人唔多啦。咁樣若果你可以嘗試嘅話，其實都可以試嘅。咁但係若果莫耶斯就唔會試嘅，亦都冇試過啦。咁啊，所以佢走剩翻1年約嘅話，咁啊都預期之內㗎啦。咁但係如果左閘嗰方面，其實法比奧都踢得左閘㗎嘛。咁法比奧踢左閘嗰個情況其實係咪比較差少少咧？就會係，我會係嘅。因為佢嗰個輕出嘅情況比艾華差唔多，不過佢有一樣嘢比艾華好就係體力搭夠咯，係啦。OK， 好，咁啊呢兩條友至於小豆咧，其實喊走就費格唔係估到嘅，因為即係費格遜年代咧，小豆都曾經係受嗰啲好大嘅引誘㗎啦。咁當時皇馬出3000萬啦，大家都好記得啦。咁因為當時嗰位領隊叫做費格遜啦 ，OK， 而家呢個領隊叫做莫耶斯啦 ，OK。咁一直強調嘅就係話呢兩個領隊嘅分別其實都好在於就係話佢哋嗰個威望啦，同埋佢哋嗰個管理人員嗰個能力，其實我覺得就真係爭好遠嘅，完全係爭幾班嘅 OK。咁小豆喊走唔出奇唔意外嘅，因為同埋我其實覺得小豆就算擺佢出嚟正選，其實真係冇乜實質嘅作用。我真係唔明點解仲仍然係有人會叫擺小豆出嚟做正選嘅，我真係拗爆頭啊 OK。如果係走嘅話，其實就真係冇㗎啦，冇得講喎，完全係小豆咪走咯，真係冇乜，即係唔係話冇乜所謂嘅，其實都係一個損失嚟嘅。對於曼聯嚟講，始終係少咗一個有入球能力嘅，有入球能力嘅球員，即係玩狂瀾嘅人。係咯，即係你睇得出小豆其實都係布蘇斯克查後塵嘅啫嘛，即係呢個球員嘅定位永遠都係坐喺後備席出嚟救世界嘅啫嘛，你唔會 expect 佢可以踢正選，然之後場場都入好多波，冇可能噶嘛。好明，我相信在座咁多位應該好明白呢件事咯。OK， 如果我覺得小豆佢防守係好嘅，即係肯翻嚟防守，我覺得就唔會淪落到即係要做第4前鋒呢個命運咯。佢唔係，其實你唔可以話小豆係第4前鋒喎，因為次次後備都，因為次次佢都係後備上陣嘅啫嘛。但係你韋碧卡一定先過佢先咯。唔係，同埋傻嘅都知小豆會踢，即都係一定踢後備噶啦。你唔可以話佢第4前鋒嘅。但係個個都話一定要去做正選。咁而家，一間我哋轉頭再講下嗰啲曼迷先，真係爆頭哋 OK。咁啊，然之後講。新聞就唔講咁多，跟住之後仲有啲，因為仲有幾場波冇講啦。咁啊，講嘅青年軍師咁啊 U18 就呢兩個禮拜都踢咗2場波嘅。咁啊，首先就係踢咗對西布朗啦，然之後就亦都有一場曼市打比啦。OK，Mason 交俾你。
好，咁啊，曼市打比嗰場咧，咁啊係曼聯作客曼城嘅，咁啊上個禮拜就踢咗10月5號嗰陣時踢嘅，係咁啊嗰個比賽嘅正選陣容都比較係算係強嘅，因為好多喺歐冠 U19對薩克達 U19嗰陣時出過場嘅咧都有出到嘅。係啦，咁 OK 啊，但係成場波踢起上嚟就比較立，因為始終受制於體力啦，同埋對手嘅壓迫。咁啊，作客嘅曼聯就由J 帕尼拿，即係我哋嘅門將就做隊長嘅。係啦，咁啊呢一場波曼聯先落後，去到88分鐘咧，先至靠左翼嘅 Mitchell 就製咗12碼，咁就可以話係今季 U18 James Wilson 踢完歐冠 U19 開始之後漸漸冒起嘅 Joshua Harrop 咧就射入12碼，咁就令到曼聯呢一場波就1-1平手，係啦。OK， 呢場波呢場曼市打比會唔會話有啲火花四射感覺？你睇落比較平淡，係啦，平淡嘅，即係嗰班僆仔都唔會話打交嗰啲嘅。冇打交呢個情況，係啦，咁啊，但係成場波係即係比較激烈啦，可以話中場嚟到去講，咁啊，Okay. 但係入波就得2個咯，咁啊，雙方就各有1個入球，係。OK， 咁至於西布朗嗰場就相對上比較大交易少少喎，呢場波，都係應該比較精彩啲，我諗。係啊，冇錯，咁啊，呢一場波就可以，因為曼聯 U18啦，咁啊，之前經過6連勝之後咧，咁啊，之前就輸咗俾維拉，跟住頭先都講咗和咗曼城啦。咁今場波就重拾呢一個勝利啦，咁啊4-2主場就贏咗西布朗 U18，係啦，咁啊因為專業就因為我個人嘅問題啦，咁啊所以搞到專業得半場嘅直播，咁啊呢一場波咧，咁啊有啲即係有前少少賽前有啲問題，就係因為呢一場波第一日就啱啱處於國際賽期啦，咁好多嘅青年軍球員咧都需要為佢哋所屬嘅國家隊去效力嘅。咁所以今場嘅 James Wilson 都係缺席啦，因為要打英格蘭 U19。係啦。咁啊，都係。係啦，咁啊，成場波咧，我要提一提一樣嘢，就係反而1997年出世，今年得16歲嘅今場本身左閘，而家係左翼嘅 Thompson 係，我覺得踢得唔曳嘅。OK。係啦。咁啊，成場波可以見到曼聯 U18嘅教練啦，保羅麥古尼斯咧，咁啊。可以見到佢係完全係打返中間嘅波多，同埋係踢得比較似一個4-2-3-1。雖然佢出場係4-4-2，係啦。咁啊，今場嘅隊長就係斯伊雲斯，咁啊真係右閘就做隊長。咁啊兩翼咧就多數喺中間就配合桑哥斯同埋 Matthew Willock 嘅進攻節奏啦。咁啊前面就有 A 快查就做一個進攻嘅支點。咁啊 Redmond 就雖然佢有貢獻，即係對進攻有貢獻，但係始終嗰個力度唔大，所以呢個球員我就唔喺呢場波嚟講，我自己就唔對佢冇乜太大嘅興趣，可以咁講。咁啊 Joshua Harrop 就係成場波可以話係帶動成隊波啦嘅進攻節奏啦。咁桑哥呢個球員要值得提一提，佢嘅長傳咧就功力起到嘅，但係佢嘅防守技術咧就一般啦，咁啊可以話係啦，咁啊，但係呢一個桑哥斯個球員之前即係我哋專業尋到出嘅 post 啦，咁就係曼聯啦，咁啊費格遜時代咧，咁就以10萬鎊喺英乙嘅 Esther City 嗰度去收購翻嚟嘅，係啦，咁啊呢一個球員嘅可以作為一個進攻支點，我個人覺得嗰個風格比較似卡維克，可以值得睇一睇。咁啊 Thompson 亦都係另外一個發現，因為始終Thompson 今季就少出場，但係亦都踢得好好啦。Harrop 亦都係同桑哥一樣喺我個人心目中嘅 MVP 嚟嘅。OK， 好咁啊，講完啲比賽之後，我哋因為 First Team 同青年軍分開少咗，我哋順便講埋就係話青年軍佢哋係國際賽啦，啱啱都提過啦，有啲球員都係要俾國家隊徵召啦。OK， 咁啊，有冇啲咩突出嘅邊去提一提啊？Vincent？O.K. 咁啊，米高堅尼啦，咁就喺之前嘅英格蘭 U21嘅比賽，亦都有一個嘅入球嘅，咁啊嚟自一個死球啦，咁就喺門前撞入嘅。我米高堅入波嘛？
係啦，米高堅尼入波，咁啊，跟住仲有一個就係、我哋嘅威爾斯 U21嘅前鋒啦，Tom Lawrence 咧就入咗兩球12碼，就贏咗立陶宛嘅，令到率領威爾斯 U21就兩球贏咗立陶宛，咁啊佢入咗兩個12碼。OK。咁啊，值得一提咧就係今個夏天另外一個收購啦，瑞士 U19嘅右路球員阿贊高咧，咁佢就打右翼都係有一個出色嘅表現嘅，係啦。OK。咁啊，英格蘭 U19咁就有兩場比賽嘅，咁就呢兩場比賽咧，第一場比賽咧，咁Ben Pearson 同埋 James Wilson 都有上陣，咁啊，但係就和咗對手1-1嘅。咁啊，至於另一場喺英國時間10月12號晏晝2點嗰時咧，就英格蘭 U19就對安多拉 U19咧嘅比賽咧，就 Ben Pearson 就梅開二度，咁啊。再加埋其他英格蘭 U19球員嘅入波啦，咁啊7-0就大抄對手嘅。哇！係啦。哇！嗰隊OK。嗰隊呢隊嘢真係係啦，咁啊真係麻麻過麻麻。咁啊 Ben Pearson 只係起過2次啦，咁啊入咗2球嘅，係啦。咁啊呢一場波 James Wilson 就坐足90分鐘後備席，係啦。喂，反而我想問一問就係話 Ben Pearson 呢啲國際賽佢個表現都唔 OK 㗎？Ben Pearson 喺1-1和斯洛文尼亞嗰場波就一般，因為成場波可以見到用中場嘅情況就比較少。係啦，咁啊，所以 Ben Pearson 掂波嘅情況多數就做接駁就居多，咁啊，其餘嘅隊友個企位比較前，咁啊 Ben Pearson 企得後。係啦 ，OK。咁啊，至於之後嗰場贏7-0嗰場，咁啊，因為嗰個位置問題啦，咁就佢嗰陣時企得比較前㗎嘛，同埋嗰個範圍比較大，可能適應咗英格蘭 U19隊友嘅嗰啲走位啦，咁啊，所以成場波佢射咗2腳啫，就已經入咗2球啦。OK。Ben Pearson 我哋做節目有冇介紹過呢位球員？Ben Pearson 好似冇，我記得好似冇。係我哋下一集可以介紹下呢位球員，呢位球員係十分值得一提嘅，因為中場球員係好鬼正嘅呢條友。我哋下一次青年軍可以提一提嘅。OK。咁啊，翻到嚟下一節啦，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我哋翻到嚟，我哋就開始講下啲 First Team 呢班友係成點啦。OK， 包括新特蘭嗰場波。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越拖越久，越想分手。莫非留戀未慣，戀意到天亮。我兩個剪刀格性格一樣，大概對方都想說分開，也要抱緊身軀合唱。Won't you stand？ 熟對手切磋請說聲 Hit me baby。Won't you stand？Just tell me won't you stand？Won't you stand？ 即使愛到後日要說分開，只想記得某次最深刻的晚鏡。誰對誰錯，誰太醜陋，嘈吵場面寧願退後，做不成好朋友，做愛的對手。我兩個接吻過也算享受，就算愛得不足夠，終於再次抱緊身軀合奏。Won't you stand？ 無法抵抗，只好說聲 Hit me baby。Won't you stand？Just tell me won't you stand？Won't you stand？ 即使愛到後日再說分開，都冇記得某次最深刻的晚鏡。I should tell you silent how short
路，沙輪下 short time short time short time。Oh oh oh here we are。Oh oh oh I can hear ya。short time short time short time short time。講我知 won't you stand？熟對手切磋請說聲 hit me baby won't you stand？ Just tell me won't you stand？Won't you stand？ 睜開眼看現實如雪分開，貌似最深刻的晚鏡。Hey won't you stand？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曼聯新聞，啱啱技術問題 ，CTM 嘅強大網速打到窒機。OK， 好，講今節開始講一講啲 first team 先。OK， 首講翻上個禮拜喺新特蘭場波先啦，我哋嗰日嗰場波咧，其實我就都係冇得睇直播嘅，因為我嗰日就要搞嗰個球迷會活動啦。咁啊，嗰場波開緊波嘅時候，其實我係喺搭緊船翻澳門嘅。咁嗰場波咧 ，OK， 因為以往平時睇直播嘅時候咧，我好少留意 Facebook 嘅 ，OK。咁但係其實嗰場波咧，因為我搭船睇唔到啦，咁我就係咁碌個 Facebook 啦。哇！嗰個反差大到咧，你知因為我上半場嘅時候咧，曼聯係輸緊1-0啊嘛，一開波。咁然之後咧，嗰啲有部分嘅曼迷就開始喺度插啦。我唔係講緊 page 嗰啲啊，有啲係我即係自己朋友啦 ，OK。咁啊，啲人開始喺度插啦，話班球員踢成點啊，踢到好差啊咁樣啦 ，OK。咁啊，然之後去到下半場啊嘛，贊奴沙啦，咁啊入咗2球啦，好短嘅時間之後，咁啊然之後咧，嗰班傳統嘅曼迷又嚟啦。又係捧到一個球員上天嘅 ，OK， 即係我唔明喎，又話咩 C 朗接班人啊，咩傳奇，即係又話叫佢着7號做傳奇啊，我真係，哇，成地都係，使乜咁啊，大佬啊，一場波啫，成地啊，哇，真係我頂佢唔順啊，完全，一陣間我哋晏少少可以講下贊奴沙嘅，可以，咁啊，今場波就其實好老實嗰句啊，真係踢得好差嘅，其實。因為我睇翻重播，成場波其實真係踢得好差，尤其是上半場。兩位點睇啊？呢場波？我自己就覺得唔算太，即係失波之前就又係咁啦，即係失波之前就喺度 hea 啊咁踢啦，又俾人逼，又成日中場俾人逼斷啊，我啲波經常性發生啊，喺失波之前，即係開波嗰5分鐘啦。但係失完波之後就狂壓住人哋嚟打啦。不過喺15分鐘之前，即係開賽15分鐘嗰段時間咧，新特蘭仲逼到嘅，仲可以攻到曼聯嘅，仲有一球係迪基亞神救嗰球添啦。就如果迪基亞嗰球救唔到啊，呢場波真係輸得㗎啦。咁同埋過完15分鐘之後咧，曼聯就接近即係大約20至25分鐘嗰陣時就差唔多撳住嚟揼㗎啦，撳住嚟新特蘭嚟揼㗎啦。不過揼極都因為人哋成堆差唔多11個睇晒，人哋喺禁區入邊，你啲點攻都攻唔到啦。咁樣就直至到下半場嗰陣時啦。下半場嗰陣時就唔知點解贊奴沙入嗰球咧，就新特蘭我唔知佢哋係咪攰得滯啦，就真係。嗰球波贊奴沙其實第一球贊奴沙嗰球波其實都入得靚嘅，好老實嗰句。但係你睇亦都睇得出贊奴沙係冇右腳咯。唔係嗰球有腳射喎。嗰球有睇下先。OK，sorry，我撈錯。因為我嗰球波咧，佢係夾硬埋佢咧，我以為係左腳嚟，sorry，我調轉咗，冇嘢繼續。佢嗰球波我就見到唔知點解咧，新特蘭中路係成堆人喺度啊，但係就係唔 mark 贊。冇人去揾行佢啊，收咗錢，就唔知點解唔 mark。阿布朗奧舒亞嗰紮收晒錢㗎啦。唔係布朗奧出，奧沙出咗啫。之後就艾夫拿啦，撳個地波又傳得靚嘅，咁通透俾到贊奴沙嗰球就揞入去啦。咁啊，第二球啊有金身冇來世啊都係。第二球嗰球就神來之筆咁樣，有金身冇來世，神奇頂級超卓。即係
佢球咁樣喎，你抽埋佢啦。不過其實撐同沙其實喺今場波都係同樣問題，又係死扭咁衝落去咯。就係即係我唔計見佢斬波出波俾隊友嘅，即係喺邊路嗰度。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其實撐同沙入嗰兩球波係 O K 嘅，但係其實整體上嚟講未算最，即係未算可以去到一個。你哋捧到話咩可以着7號啊，着11號啊呢啲傳奇 number 嘅人咯，即係未到呢個水平咯。我自己覺得就未到可以，即係我未見到佢可以成為一個球王級嘅水平嘅球員咯。我見唔到呢個人咯，即係踢咗大約10零分鐘好波，即係入咗2球好波就捧到上天就真係係咁噶啦，有啲球迷係咁噶，你唔好鬧佢哋啦。我唔知點解會咁咯。咁人哋中意，人哋中意用隻手啊嘛。有讚就梗係有彈噶啦。咁就依喂彈我哋唔好彈住先，我哋聽下 Vincent 有咩講下先。Vincent 有咩講下呢場波？呢一場波嘅表現咧，其實就同10年前啦，咁啊有一位都係18歲嘅僆仔咧嘅踢波風格係，我唔係一樣，但係嗰個嘅技術特點都係好相似，都係死扭。Ronaldo，yeah。或者係嗰啲傳中係比較難去同隊友有一個嘅呼應啦。梅開二度，其實講翻少少啦。咁其實你話接翻11號呢樣嘢咧，我要帶出少少嘢。其實咧11號呢件波衫咧，唔係7號，唔係兩件都有接，係有兩件都有，一係11號啦。但係我想講咧11號嗰件波衫咧，如果資料冇錯咧，傑斯退咗役之後咧，係應該會係封存，係啦。咁啊，所以若果你話接11號咧，嗰個位置上係啱，但係若果你話接11號啊，我覺得個機會比較細。同埋都唔係呢個時間去討論佢係着7號定11號。就算即係點解我話要同10年前嗰個由1224萬磅去到8000萬磅嗰個人嚟到去比咧？因為嗰個人咧都要3年時間咧，先至可以識得同隊友去配合走位，幫曼聯喺08年攞到歐聯冠軍。而同 FG 嘅睇法都一樣啦，佢有兩個入波開梅開二度係。可以話係證明咗佢嘅實力，但係你話以成場波嚟到去評分嚟講咧，佢係咪可以成為一個扭轉憑一己之力扭轉對手嘅人物咧？成場波嘅表現係唔連貫嘅，係啦。OK 啦。同埋若果你話以青年軍嘅比賽由於18開始睇起㗎啦，即係以我個人嘅經驗咪睇起上嚟咧，其實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即係亦都唔係其他人所講話唔係攻中就係阻嘅，其實我已經。喺青年軍嘅節目講9萬幾次啦，係啦，不過可能啲人都唔留意青年軍啦，可能所以呢樣嘢都好失望啦，可以咁講。佢係一個二前鋒，即係打 SS 嘅位置，先至係一個最適合佢踢嘅位嘅。同埋佢可以話啦，佢自己一個孤家個人，即係我都已經講過好多次。你可以見到韋碧克同埋奇華尼特別有默契，就係因為佢哋由好細個開始嚟到去同佢配合，但係贊奴沙自己升咗上嚟之後，同佢最有默契、最有配合嘅嗰啲人都仲未出到嚟嘅時候咧，所以你可以見到成個嘅體系咧，就自己一個遊，好似隻孤魂野鬼咁樣去踢咧。一方面嚟講就係佢自己升咗上去，冇人知啊，真係仲要時間去配合咯，就係咁嘅原因。係咯，我都講咗好多次啦。Januzaj 佢喺左路嘅，其實佢踢左翼嘅時候咧，佢好多次都係將自己啦，甚至乎帶埋球波去逼入即係將自己逼入一個死角度嘅，好多次嘅啦。佢永遠都係帶，如果佢係喺左路好耐都冇人接應嘅時候，佢就會慢慢一路向條底線度一路移到最後就兩個球員過嚟夾佢，結果佢就一係省到人哋出去啦，又或省咗人哋出界啦，或者就係自己帶出界啦。OK， 好多次呢個問題都一係博犯規，係啊，都出現到喺度。嗱，今場波亦都可以提下啦，Januzaj佢係因為插水而攞張黃牌啦。OK， 咁啊，但係其實嗰球波係唔係插水咧？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咁睇嘅，因為嗰球波其實對手隻腳就冇動作嘅，但係個上半身咧好明顯係有動作推跌佢啊。OK， 咁啊，黃牌呢張插水嘅黃牌係唔係真係值得攞咧？有啲疑問喺度咯。OK， 咁啊，
兩位都講咗好多 Yanosai 嘅嘢出嚟咯。咁但係其實成場波你話要講嘅話，其實我覺得如果用垃圾嚟形容咧，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問題嘅呢場波。嗱，首先其實你睇到莫耶斯，睇到魔性喎，唔係呢場見到團魔性喎，反而嗱呢場波咧，其實莫耶斯你好明見到佢咧已經放棄嗰啲咩試陣嗰啲嘢㗎啦，即係佢其實係一心就係淨係想攞3分去捱一捱嘅啫。因為如果呢場波都輸埋咧，莫耶斯真係要行出門口幫啲馬迷含撚咗，我諗真係 OK。咁啊，奇華利就踢翻正選啦。OK， 咁其實今場波我睇到嘅就係話，卡域克身邊嗰個人咧，原來真係最唔可以缺少嗰條友叫做奇華利 ，OK， 即係奇華利搭卡域克。點解咁講咧？因為卡域克嘅缺點，之前好似冇乜點提過卡域克嘅缺點。其實卡域克嘅缺點就係佢嘅移動嗰個覆蓋面唔大啦 ，OK。咁唔係喎，點啊？卡域克最大缺點係一俾人逼就有少少問題嘅咯，佢又即刻好似向後行嘅，即刻會即係唔會同你搏過。咁一有人逼埋你，即刻向後嘅。咁奇華利嗰個覆蓋面啦，亦可以啱啱好彌補到卡域克嗰個缺點喺度啦。OK， 咁但係今場波嗰個問題，你話喺邊啊？嗱，首先頭咁快失波咧，即係唔好話我啊，就算係莫耶斯咧，都估佢唔到嘅。OK， 嗰球波咧，維迪就重演翻對薩克達嗰場波嗰個片段啊，又係咁樣去失波嘅，同埋頭幾分鐘咧，嗰條後防線咧，屌好似未諗瞓醒咁嘅咧，你大家有冇留意嗰條防線？跟住艾夫拿咧，嗱左路俾人完爆，真係唔好再講啦，又係俾人爆咗幾鑊嘅。OK， 嗱呢個真係唔可以怪佢大佬咁老係咪先？咁跟住之後，嗰個維迪嗰個送禮就，唉唔講，因為朗尼咯。其實唔關維迪事喎，我反而覺得。點解咧？唔係佢都要負上責任嘅，但係其實係非中 CM 唔知解圍唔拖唔水斷即係傳咗球地波又行嘅波俾阿維迪咧，即係維迪一控又唔知點解發波穩又控甩咗俾對手咁樣。我諗佢真係要練多啲 hold 波。2個鐘見都怪㗎啦，嗰5分鐘無啦啦搞成咁啫。跟住然之後，朗尼其實今場嗰個失誤其實都幾多嘅，我自己覺得。跟住然之後，卡域克咧，佢今場卡域克嗰啲直線啦，其實好多時候佢都係冇選擇分邊嘅。佢今場波選擇咗係夾硬塞入去俾朗尼或者雲佩斯啦。OK， 咁令到佢咧今場波其實成為咗一個傳球嘅終結者，即係好多球波佢一傳出去咧，就其實已經係俾咗對手嘅。今場即係同上季嗰個卡域克相比翻咧，其實今場波就講今場波啦。今場波稍為遜色少少啦。OK， 咁其實點啊？可能卡域克想試下中路突破咧，冇人次次都2翼咁樣。係冇錯，去試下，想試多啲中路其實開心嘅。OK， 但係阿卡域克話俾你知啦，嗱，你要我試中路啦。OK， 我試咗俾你睇啦，係唔 work 噶嘛，即係。話俾我哋知，下一場波我哋繼續打邊爐，我哋繼續爆佢邊爐 ，OK？ 嗱，點啊？如果爆新華隊邊爐，我驚你俾人爆翻嘅喎。喂，唔出奇啊！新華隊嗰條邊爐又係癲癲地啊！但係嗱，今讚彈咗咁耐啦，其實要讚翻個球員啦。如果要讚嘅，你哋會讚邊個啊？我讚卡華利喎，反而。Vincent 咧？我都係覺得係佢。但係我其實我想讚喎，如果俾我揀，我會讚蘭尼喎。唔係你點覺得蘭尼先？嗱，唔係你冇彈嗰球飛機先。佢其實佢今場波佢都有3次嘅起腳都係有威脅嘅，咁同埋好多次啦，都係好成功咁突破到對手咯。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佢同拉菲爾嗰個默契啊，嗰個互相保衞嗰個默契其實喺度啊。你睇翻，如果你要用翻 Yanosai 同埋蘭尼去對比咧。阿蘭尼嗰個原來蘭尼嘅防守嗰個位置感同埋嗰個技術係咁好嘅 ，OK， 即係其實講到一樣嘢出嚟就係話，其實蘭尼只要蘭尼肯防守咧，係能力係冇乜問題嘅，係咯。我今場波西亞信息，唔係俾華倫西亞防守上防守端蘭尼俾華倫西亞信息咧，呢個常識嚟㗎啦。但係如果你話要綜合嚟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蘭尼以而家蘭尼嘅狀態咧，
佢值得，佢更加比華倫西亞值得獲得一個正選嘅位置咯。同唔同意啊兩位？不過其實佢都俾亞當莊臣爆咗我記得上半場好似爆咗2次俾人，即係右邊俾人完爆咗咯，俾亞當莊臣。啊你條友啊你，我賺邊個咧彈邊個啊 ？Vincent 你對Vincent 你點睇蘭尼咁場波？蘭尼可以話即係我自己覺得嚟講就發揮中上啦。咁但係若果你以同華倫西亞嚟比，因為華倫西亞進攻比較單調，呢個由09年加盟去到2012年攞2個嘅隊內嘅第一啦，即係互選嘅足球先生啦，去到即係上季嘅跌窩啦，跟住就去到今季好即係時有時冇嘅狀態啦。我自己咁樣形容。蘭尼而家呢一刻咧，的確係比華倫西亞就即係以今場嚟計就係會好啲咯。OK， 咁今場波其實都唔係講卡華利咯。咁你講卡華利啦，俾你哋講埋卡華利先。卡華利，我自己就覺得佢硬淨咗好多。有一即係你點知踢完呢場波轉個頭我雙 Q 咗。你食屎啊！即係你話人哋新特蘭嗰條中場線全部都硬嘅，咁啊個伊碧克啊，咩紀成容啊，咩格力加特拿嗰啲咧，全部都大隻累累啊！唔係除咗紀成容之外，嗰2隻紀成容都 OK 噶，紀成容都算大隻，但係冇嗰2隻咁大隻啦。最大隻嗰個唔係最大隻嗰個係卡達莫啊！哇，嗰個卡達莫真係。之後卡華利就成日俾我唔知係咪我睇唔清楚啦，就俾中場嗰3個中場就圍鬼住佢嘅，但係次佢我記得唔知好似有1-2次佢都可以喺3個人之中喺度同佢硬鬥硬之中贏到嘅，係1打3，係1個對3個可以搶贏翻個波㗎，就呢個就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如果佢嗰球俾人搶咗咧，其實我記得嗰球好似應該如果俾人搶咗，應該直接面對住兩隻中堅添啊！OK， 就同埋除咗依幾球之外，同埋佢保護卡域克其實保護得幾好噶，我覺得佢今場波就即係喺中場方面。如果出費蘭尼，反而我覺得冇卡華尼咁好啊。如果今場波嘅話，因為如果以幾場嚟睇嘅話，費蘭尼嘅拼搶雖然佢係大隻，但係反而我覺得卡華尼拼搶係勁好啲喎。即係如果以依場同費蘭尼前幾場比嘅話，我自己就覺得。Vincent 咧？正如我曼城嗰場打比之後所講啦，咁其實卡域克頭先即係主持都講咗啦，咁嗰個風格上面始終都係跑動上面比較少啦。由以前費蘭尼未嚟之前啦，搭住史高即係卡域克搭史高斯嘅年代啦，去到而家卡域克搭奇華利嘅年代，其實都見到一樣嘢，就係若果你要曼聯嘅中場嘅靈活同埋即係不嬲以嚟嘅攻勢嚟到去講咧，若果一個快搭一個慢咧，始終嗰個配搭咧，令到嗰個嘅 engine room 嘅運作咧係會比較順暢。咁所以點解無論係由費蘭尼嚟嘅時候，我對佢嘅質疑啦，去到今時今日咧，若果你要打啲快速啦，或者如果要打快速兼係硬淨，例如新特蘭呢啲球隊咧，係唔可以即係若果你要卡華尼同埋費蘭尼同時出嘅話咧，最好咧就將費蘭尼拱前少少，打一個類似前後嘅位置。類似 SS 或者 AMF 嗰類似啲 SS 嘅位置。若果你將佢兩個擺咗喺中場咧，只會拖死咗嗰個中場嘅節奏，咁就變咗兩隻翼就變成孤家寡人，嗰兩個前鋒又喺度遊嚟浪蕩，唔知做乜。係啦，死又係冇場嘅情況，又係冇供應啊！又係兩個中場就鬥咗喺後邊，跟住嗰4條線。因為費蘭尼係咯，咁正如就 Andy 所講啦，咁其實費蘭尼嗰個問題始終都係好不幸咁樣，都係太慢，即係佢由愛華頓時期我所覺得嘅嘢去到，即係由加盟嗰一刻開始，去到而家都係太慢咯，嗰樣嘢係。所以莫耶斯所以其實拖肥後期嘅莫耶斯咧，佢已經冇將費蘭尼擺喺中場中嘅，佢索性係將費蘭尼褪咗上去打呢個 SS 攻中。係啦，攻中啊，唔算唔係有時會打 SS 嘅，都即係總之擺。總之就係我哋唔好拗呢咁 detail 嘅，總之就擺咗佢喺前面做進攻，佢唔需要話鬥咗後邊咯，係咯。咁我想回應球迷嘅，即係
有人話費蘭尼廢，其實唔係啊，係慢啫。唔係佢唔係廢，佢係嗰個打法上面要因應翻每隊唔同風格嘅波去做出一個調配啫，你唔會話佢廢嘅。如果係愛華頓擺落即係中或者防中，其實結果唔係佢拍住邊個先？我記唔係。你叫唔係佢拍住邊個？佢愛華頓嗰陣時咪拍傑神或者菲利仔咯。我冇記住，好似仲有個中場中，我都唔記得邊個。係咯，總之好似記得係佢拍住嗰隻就應該快啲嘅啦。所以但係如果拍住卡域克咧，即係兩個慢到。奧斯文咪奧斯文打 AMF 好似。如果你兩隻慢嘅咧，就等於卡域克搭史高斯或者傑斯搭史高斯咁樣，即係喺老職業生涯晚期嗰陣時咁樣咯。好慢嘅條中場線會。如果繼續咁出對強隊咧，一定死硬。不過即係其實如果你褪上去打攻中或者好啲咯，你見到但係嗱，又係嗰個老問題啊！擺佢上去踢攻中嘅話，使 Q 費蘭尼踢攻中咩？屌係嘛？就係咁啫嘛，就係咁簡單啫嘛，嗰個問題。如果其實我諗緊，如果3個攻中擺晒，得閒飲茶。我 FF 緊呢樣嘢就係 OK， 唔係，同埋仲有一個，同埋回應翻阿 Ken 啊，你話費蘭尼廢咧？你話如果嗰場波係史篤城對曼聯，你擺費蘭尼出嚟咧，好有用喎。球王級啊！即係我同你講，費蘭尼係啱踢一啲高 Q 大，即係對啲高 Q 大個嘅球隊，佢唔適合對一啲好快速嘅運轉嘅球隊啊！呢個係上兩集提過嘅，係咯。咁啊，至於國際賽班一隊球員嘅表現啦，一啲你睇咗好多，我冇留意過國際賽。我邊有睇咁多啊？即係睇一場啫嘛。因為我不嬲對國際賽冇乜興趣嘅，嗰啲外圍賽嗰啲咧，根本就係我唔想睇嘅完全。黑山嗰場幾好睇啊！英格蘭對黑山嗰場。你講啦，你講交代下啲表現啦，有入波啲啊。死啦！我要揾下添，sorry 啊，就係唔係可以提一提啦，英格蘭嗰場波其實韋碧克啊、朗尼啊嗰扎都有出嘅，不過你話韋碧克爭啲入波添啊，真係。係啊，韋球王嗰啲不嬲球王級係要去到啲世界舞台佢先會證明到自己噶嘛，佢喺洗 Q 係朗尼入嗰球就係韋碧克功勞咯，佢一撳個地波入去之後一拍翻出嚟，朗尼就執雞入咗啦。阿 Win 有冇睇啲國際賽啊？我都冇，我真係冇乜興趣。係咪？我都冇咩興趣啊！真係。講雲佩斯先，雲佩斯就喺荷蘭大炒匈牙利8-1嗰場波啊，連入3球，咁啊，亦都係正式成為荷蘭國家隊史上入波最多嘅球員啦。OK， 咁但係其實佢喺曼聯嗰個入球荒都幾嚴重嘅。係啦，咁啊，希望佢可以揾下入球嘅感覺。腳趾傷嘅問題啊，可能係腳趾傷問題，因為佢都話中。但係佢腳，但係痛針先。但係佢腳趾傷都有3球喎。佢可能冇比即係冇新大人嗰場之前咁嚴重啩，可能係咁。佢話咩要着特製鞋嚟訓練添啊？聽講係。係啊。大3個碼。咁啊，仲有一單幾搞笑嘅，伊雲斯就喺輸俾阿塞拜疆0-2嗰場波啊，94分鐘攞個紅牌，提早1分鐘收工。我唔係啊，等我講埋期嗰幾場。就艾夫納喺法國6-0贏大炒澳洲嗰場波咧，就踢咗60幾分鐘，就克羅地亞1-2輸咗俾比利時嘅比賽咧，費蘭尼係踢足全場啊，啱啱都講過噶啦。咁雲佩斯嗰場唔使講啦，伊雲斯嗰場都一陣再講。咁就葡萄牙1-1就以色列，就蘭尼又踢足全場嘅。葡萄牙又係值得一提嘅，就係葡萄牙都係嗰個老毛病啦，永遠都係唔可以安安穩穩咁直接殺決賽周，永遠都係要拖到附加賽佢先捨得醒嘅，真係，唉，繼續。之後英格蘭就4-1贏黑山啦，咁朗尼有入波。之後同韋碧克都係踢足全場嘅，之後卡域克喺60零分鐘就換咗上陣，不過好彩就冇傷到嘅。好彩，我真係驚傷啊！因為 FIFA 病毒嚟㗎嘛。之後塞爾維亞就2-0贏咗日本啦，香川之踢咗80幾分鐘。哇，係喎，維迪係咪退出咗國家隊㗎啦？維迪係啊，退出。哦，如果原本唔係應該有啲查得到嘅，有啲咩曼聯內訌，繼續。
之後墨西哥就以2-1險勝巴拿馬啦。如果墨西哥呢場贏唔到咧，就拜拜世界盃入唔到。而家贏咗都未必入到啊，係仲有機會入到啫。小豆呢場波就射72碼，就爭啲成為罪人添嘅，即係。O K。不過好彩佢個隊友就幫佢唔使成為罪人，我喺地獄撈翻上嚟咯，幫佢。之後厄瓜多爾就以1-0贏咗烏拉圭啦，華倫西亞就喺71分鐘就俾人換走咗嘅。係啦。咁啊，另外我哋啱啱新聞嘅時候都提漏咗一單嘢啦，啱啱先醒起啦，咁就係朗尼今個禮拜咧，其實接受首次正式接受呢個傳媒嘅訪問啦，咁啊提及到就包括上季嘅佢，甚至乎係嚟緊轉會嗰方面嘅問題啦。OK 啦。講呢個新聞之前咧，其實上個禮拜我哋都提過啦，費格遜係接受咗美國一個傳媒嘅訪問啦。咁其實當中佢講過佢同朗尼嘅問題，其實費格遜就話佢同朗尼係冇乜嘢嘅，好 friend 嘅我哋，即係有講有笑嘅。OK，咁啊朗尼係十分之唔配合嘅，朗尼出到嚟呢單訪問咧，就佢冇提到費格遜，但係佢嗰段說話嘅內容入邊有一個好隱藏嘅信息，就係話我同費格遜係唔合嘅，即係一巴車落費格遜度嘅，可以咁講啦。OK， 即係朗尼就其實上季都講過啲類似嘅說話啦，佢就係話或者會等我老咗啊，腳步慢咗咧，我會去踢中場，但係而家我仲未想踢呢個位啦，我唔可以話肯定我唔會咁做。咁假設如果隊波最後10分鐘係需要控球嘅話，我可以踢後少少幫助隊波。不過而家我職業生涯嚟到呢個咁當大嘅時候咧，我一定要自私少少，我想踢前鋒咁講嘅。OK， 咁但係其實有眼見啦，擺就的確係擺佢落前鋒嘅，咁但係其實佢係咪踢緊個前鋒要踢嘅嘢咧？唔講啦，大家自己睇啦，有睇都知咩事。我覺得冇咁好嘅啫。咁啊，至於講到轉會嗰方面，其實就真係有少少疑惑嘅嘛。冇嘢，繼續講。咁啊，朗尼就其實話攞嚟講呀，我唔知係咪啊。佢話好老實講，佢話佢今個夏天其實都好安定嘅。佢知道出邊有好多轉會傳聞話佢會走，但係其實個事實就唔係好似傳媒咁諗嘅。OK，佢同曼聯嘅人傾過，佢哋都知情況就係話同埋曼聯亦都已經表明個立場啦。跟住又話佢太太阿高蓮又生一個仔啦，佢好開心啦咁啊，所以佢唔想繼續去講佢究竟留低定係走啦。都話佢淨係想而家專注喺自己嘅足球事業啦，之後嘅嘢拭目以待啦。喂，呢段嘢咧，福利要跟你講咗，不如你冇講啦，你講同冇講咩分別啫？我覺得朗尼一定唔走喎，依家。我依家先醒起咧，朗尼係即係未話走之前幾個月話買咗成千幾萬磅買咗呢間大屋。千零萬呢啲散紙嚟嘅啫，千零萬呢啲散紙。喂，啲20萬磅周身嘅喎。喂，25萬磅周身一個月都100萬嘅喎。100萬你儲幾耐？儲成年啊？你唔使食嘅。喂，佢之前嗰啲人工啊？佢之前啲人工啊？佢都要儲成年。嗱，呢啲財政嘅嘢，我哋冇乜興趣知啊。Vincent， 你覺得呢段嘢其實佢尤其是佢提到轉會嗰度咧？你覺唔覺得佢有啲隱藏嘅信息喺度？其實咧，佢呢個隱藏信息已經出現咗2次嘅。咁啊，大家若果有留意唔係喎，因為 ITV 有講到，即係英國某一個電視台叫 ITV 咧，咁就喺播完歐聯小組賽第一場對呢一個利華古遜之後咧，其實佢有接受過訪問啦，加上今次接受訪問啦。咁我有睇過原文，咁其實佢2次對於記者問佢會唔會長留喺曼聯咧，都係不置可否，即係佢冇應承，亦都冇否定呢一個嘅可能性。咁呢一樣嘢咧，就正係可以咁講啦，因為呢一個原因先令到喺夏天產生咁大嘅風波啦。咁佢喺呢一刻開咗季之後咧，今季完咗之後，佢張約就剩翻1年啦。咁啊，談判即係續約嘅主導權咧，就會喺翻佢自己手上，係啦，係喺翻佢自己手上，同埋佢經理人嘅手上。咁啊，佢嘅表態其實我即係曼聯新聞啦，之前喺開列啊，或者係我自己本身出文，我都已經講過好多次呢一樣嘢，就係若果一個球員長時間都唔會就自己喺球會嘅前景發表任何評論咧，呢一樣嘢咧係將自己咧就立於一個好危險嘅地帶嘅。
咁啊，事情嘅發展係點樣咁啊？唯有等時間去證明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你話如果朗尼去到呢一刻佢都未講清楚佢究竟想留低喺曼聯定還是轉會咧？我反而幾擔心一樣嘢，就係話當初夏天嘅時候你都提過，就係話佢而家追得翻1年啦。曼聯如果你續約兩年今季尾之後就1年。係今季尾之後就1年。咁如果曼聯你喺呢個 moment 你仲未係話去續約啊，或者甚至乎係同佢傾咧，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危險嘅，相對上對曼聯有少少不利嘅，就係話會唔會到最後就係朗尼會自由轉會咧？你要時間證明啦呢啲嘢。同埋如果朗尼聽日續約咧，唔係同埋如果朗尼肯續約嘅話，呢張約將會係朗尼喺職業生涯最後一份最後一張有錢揾嘅約嚟咯。OK， 佢因為如果續3年嘅話，都30零歲，唔會有太大嘅。所以呢張係佢日職業生涯最肥嘅約嚟㗎啦，最後一張肥約嚟㗎啦。OK， 佢而家嘅收薪已經去到25萬磅啦，一個好高嘅水平嚟㗎啦。嗱，今屆到目前為止佢踢得好好啦，佢係力保曼聯啦，可以話係。會唔會因為咁樣，跟住之後如果肯續約嘅話，又加人工咧？即係我覺得，唉，點解咁咧？咁啊，講翻國際賽，唔係呢國際賽仲有咩講啊？個 post 我自己最想講嘅，就唔知點解我自己喺國際賽度 post 喺曼聯新聞度 post 咗個 post 啦，就完全冇莫耶斯個字眼出現嘅。就唔知點解就可以話係，又係話莫耶斯又玩嘢咩？要搞到降班，又話咩放流料，又話佢唔出人咁樣。我唔乜幾時莫耶斯做埋報紙佬啊，或者做埋國家隊領隊咩？我收唔到風喎。佢哋冇收。唉，認真你係輸㗎啦！你唔好理嗰啲球迷留言啦，啲鄉民留言傻嘅根本。我即係咩香港人啊？我係唔係香港人？唔係，即係其實好多謝就係之前咧，咪成日咪有個球迷寫投訴信嘅我哋嘅 AC 歐央咧，佢點醒咗一樣嘢，使咩理人哋講咩啫？如果佢傻嘅，我又要理佢啊？唔使理啊嘛！唔係講出嚟笑下啫，即係我唔係笑咧。其實你話如果要講球迷嘅留言，佢會做一個笑話咧，其實日日都有笑話睇嘅。即係其實有時睇曼聯新聞嗰啲留言咧，我真係會笑出嚟。咁跟住之後，Vincent 其實喺之前我哋 admin group 嗰度咧，佢都鋪過2張相咧，一個幾經典嘅自打嘴巴例子啊。Vincent 你嗰陣時係咪講緊一個球迷嘅留言啊嘛？係啊，冇錯。我哋嘅 admin group 嗰度都即係俾咗張相出嚟啦，咁大家都應該有笑咗啦，係啦。嗱，大家你講下，你唔好開名，你講嗰個球迷嘅留言。嗰個球迷咧，嗱，其實今次咧，我哋嘅專業啦，咁啊，比利時嘅國家隊比賽未打之前咧，咁我哋就出咗新聞，就係話費蘭尼就隻手包住咗，傷咗，係有相為證嘅。咁嗰陣時咧，某一位球迷留言就話，傷都踢國家隊，係啦，咁啊之後咧，咁啊比利時國家隊踢完波啦，咁就我哋亦都有出到新聞啦，就講話阿費蘭尼有踢呢一場波喎。好啦，咁啊跟住佢就話條垃圾領隊唔想出，又怕咩喎？咪成日話啲球員有傷有病，不負責任。以前啲球員都冇病冇痛嘅，係啦，咁啊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咧踢完場波咧又關垃圾領隊事，咁啊垃圾領隊係邊個咧？咁啊大家就最重要嗰樣嘢係賽前佢係認為呢個球員係傷咗嘅 ，OK， 跟住踢完場波之後就話佢冇傷啦。你乜撚嘢logic嚟啊！我屌，黐線嘅根本就係傻嘅啲人。唔係，同埋佢真係以前啲球員冇傷冇病。我想講上季季初我話傷晒成紮中，成條防線傷晒啦！你唔去屌，真係唉九唔搭八嘢啫。同埋有消息話過話費蘭尼之所以喺新蘭嗰場唔出咧，係因為實在太痛得太勁得滯，所以唔出啫。係咪打完飛機嚟啊佢？
食屎啦，即係整親嘢就似你咩？真係。咁啊，死啦！仲有單新聞冇講啊，阿 Wilfred Zaha 嗰單啊，大家知唔知？啊？哇嗱！外國唔係，其實冇乜報道出到嚟嘅，但係其實我早兩日咧聽某個節目嗰陣時咧，嗰個節目就提到話阿 Wilfred Zaha 咧，其實就真係搞緊莫耶斯個女嘅，搞成點咧？直頭去埋莫耶斯屋企，同阿莫耶斯個女喺度玩波嘅，咁啊唔知玩咩波啦，喺度互相切磋嘅，跟住之後莫耶斯翻到屋企咧，就見到阿沙同佢個女喺度玩。跟住之後咧，即刻隨後就已經有報道出到嚟，就話 Wilfred Zaha 今個冬季將會被外借出去噶啦。咁其實你話有冇即係其實呢單嘢係可唔可信咧？其實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其實空穴來風係未必無因嘅。即係莫耶斯季初咧未開啲嘅時候係親口講過話今季會俾 Wilfred Zaha 機會去上陣咯 ，OK。咁但係其實踢完場社區盾出到嚟，即係去到後邊咧，Wilfred Zaha 一場波都未出過嘅，係啦。咁説好的承諾咧，莫耶斯點解會唔俾佢上陣？寧願俾個 Januzaj 去上陣都唔俾 Wilfred Zaha 去上陣咧 ，OK。嗱，好老實嗰句 Wilfred Zaha 同 Januzaj 如果就單喺翼位呢個位置上面去做一個對比嘅話，Wilfred Zaha 一定係贏過 Januzaj 嘅，呢個係毋庸置疑嘅答案嚟，我好肯定咁講。唔會贏喎，反而點解咧？我覺得個人方面，我覺得Januzaj比佢好少少。我唔係講全面，我唔係講緊嗰個球員嗰個能力，我係講緊佢哋喺翼位上面嘅表現。翼位嗰兩個咪一樣，即係有咩分別？Wilfred Zaha 比 Januzaj 好好多喎，我自己覺得。Vincent 你點睇？兩個又係冇防守。始終Januzaj佢喺即係曼聯 U21啦，去到曼聯 U18嘅時候咧，踢翼嗰個位置其實就等於下半場嘅時候，佢都係唔係一個企喺翼，即係就算佢踢翼鋒都係踢一個偏入嘅翼鋒，即係佢唔同格加華一樣，係啊，咁啊，但係你要佢去拉邊咧，佢唔係一個咁擅長能夠由邊度出波嘅球員咯。係咯，所以其實 Wilfred Zaha 應該係值得俾 Januzaj 去踢一個翼位嘅位置。其實Wilfred Zaha 你要真正去拉開進攻嘅闊度啦，拉邊嘅球員嚟講咧，始終就即係若果你真正需要一隻翼鋒去拉邊嘅話，就Zaha就會好啲。但係若果要去即係中間接應嗰啲咧，咁就Januzaj咯。係啊，所以我唔明其實我覺得呢單嘢真係有啲問題喺度啊！我覺得Zaha應該有搞莫耶斯嗰類，我自己講。你應該有第二個原因，我唔覺得會搞咯，即係。點解？有咩原因會令到你覺得佢唔係搞莫耶斯嗰類？呢啲 Twitter 係無啦啦有條友講完之後先至話報紙賣啫，你真係咁樣又信？喂，咁如果係咁嗱，等陣，咁如果條友係純粹鳩吹喎，咁究竟要大鑊到喺自己個 official Twitter 嗰度話呢單嘢係假嘅，梗係要澄清啦。阿 Vincent 都講過話咩，一定要表明自己立場㗎嘛，冇理由話乜都唔講，咁你越唔講嘅話，你就越有人懷疑呢單嘢。咁我睇下你朗尼呢單嘢，佢越唔講，你咪越懷疑咯。咁你係咪唔講？咁佢唔講嘅話，咁即係阿朗尼唔講嘢，你咪越嚟越懷疑佢係咪真係想留隊呢個問題咯？就係好似咁啫嘛。咁我一間喺 Facebook 嗰度寫阿傑斯搞個高年先，睇下阿傑斯會唔會睇下傑斯會唔會喺 official 嗰度公開否認先。人哋識睇中文咩？打英文咯，咁咪點？OK，咁你睇你個中文專業咩啫？咁之後就講完呢啲之後咧，其實我哋做少少 preview 先係。嗱嚟緊咧，嚟緊今個禮拜甚至乎下個禮拜初咧，其實有兩場嘅青年軍都可以做預告嘅。咁首先就係19號啦，即係今個禮拜六啦。咁U18就會曼聯主場對呢個新特蘭啦，係一場 U18嘅比賽。咁然之後去到21號星期一嚟嘅，咁亦U21咧，今次就 U21嘅比賽就會係愛華頓對呢個曼聯。咁對青年軍有興趣嘅球迷可以留意啦。咁至於 First Team 嘅比賽，我哋就會留翻星期五，即係嚟咗18號嗰陣時，我哋再講一講修咸頓呢場波啦。咁嗱，其實仲有兩個 topic 我哋想講噶啦。首先講下就其實嚟緊啦，呢個月甚至乎係下個月開始啦。咁
快車啦，魔鬼賽程都準備出現㗎啦。咁啊，點解會特別抽出嚟講咧？咁因為就係曼聯歷屆嘅曼聯啦，其實去到呢個位咧係開始搶分嘅啦，去奠定到佢自己往年嘅聯賽冠軍啊，甚至乎佢哋嗰個爭前即係爭歐冠或者係爭冠嗰個定位咯。OK 嗱，今屆曼聯而家仲排第9嘅啫。咁啊，去到呢個位其實啊，可以同大家做少少簡單去講下嚟緊會有啲咩波踢啦。嗱，19號對修咸頓，下個禮拜週中就對皇家蘇斯達，跟住然之後週末又對史篤城，跟住唞幾日之後聯賽杯又對諾域治啦。OK， 即係連續2個禮拜都係一週雙賽嘅，跟住然之後踢完聯賽杯嗰個禮拜尾咧又要對富咸啦，跟住去到下個禮5號咧又要對皇家蘇斯達啦，然之後翻到嚟英國又對阿仙奴。OK， 咁足足就係3個禮拜嘅一週雙賽啦。跟住之後先到國際賽期可以唞一唞，去到24號對呢個卡迪夫城咧，跟住然之後就一系列嘅快車又要繼續開啦。OK， 歷屆嘅曼聯啦，咁啊11、2月係搶分最多嘅時候啦，但係反而今屆啦，由於成個英超嘅局勢都係不斷咁喺度轉變緊啦，咁啊莫耶斯真正嘅考驗咧，呢個 moment 開始就應該係要準備去做功課或者去接受呢個考驗㗎啦。我哋季初未開列嘅時候，你都提過呢個問題啦。OK， 我覺得嚟緊呢三場主場比賽就反而緊要啲喎，即係嚟緊嗰三場主場比賽。嗱，即係其實呢幾場呢一系列嘅快車咧，就真係可以睇到莫耶斯個功力喺邊度啦。我自己就真係幾擔心嘅。好老實講，你唔好睇快車住先，你睇埋嚟緊嗰三場。我知嚟緊嗰三場主場，如果你贏唔晒嘅話，其實我覺得其實你後邊搶幾多分都難㗎啦。嗱，首先好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佢19號贏唔贏到修咸頓先，呢樣嘢係即係打唔打好到個頭先，呢樣嘢係最重要嘅。如果贏晒嗰3場主場聯賽咧，咁等陣嗱，如果搞激少少啊，如果贏晒呢3場嘅話咧，咁啊嗰紮反莫耶斯嘅球迷就會衝晒出嚟講 In Moyes we trust 嘅。我哋嘅專業係啦，我哋嘅專業就唔會再有反莫耶斯嘅聲音喺度噶啦。唔係連續3場主場，係2場主場，1場作客。不過3隊波都除咗修咸頓呢近排強勢之外咧，其餘2隊波都係比較弱勢嘅。如果呢3場波可以攞足9分咧，咁往後嘅日子就即係個士氣方面就會好好多咯。係啊，如果連修咸頓贏唔到嗰場咧，其實都好危㗎啦。我反而覺得修咸頓就對史篤城同埋富咸。修咸頓其實都幾惡劇㗎，我自己覺得。如果贏到嘅話咧，你往後日子就非常之好踢。Vincent 點睇啊 ？Vincent， Vincent 應該。修咸頓都係比較難踢啦，富咸亦都係，係聽到。係咁啊！若果你話修咸頓都係難踢㗎啦，咁史篤城高 Q 大棍啦，咁啊，所以費蘭尼出唔出到場，係咪要即係頂硬上咧？咁你都係睇下莫耶斯點去調配啦。咁啊，富咸我從來都唔覺得易踢，富咸係啦，因為我哋曼聯輸過0-3喺嗰度。陰影嚟嘅呢個，但係對於莫耶斯嚟講，會有呢個陰影存在，我就真係有個懷疑喺度嘅。跟住然之後去到後邊，你話假設你贏晒呢3場，你去到後邊當然好踢好多啦。OK， 咁如果假設呢3場你是但窩可一場咧，嗰個壓力咧仍然都會喺度嘅。OK。而且踢完呢3場聯賽之後咧，係對阿仙奴。係啦，冇錯啦，對阿仙奴啊，大佬，呢對阿仙奴唔係以往嗰對阿仙奴啊，大佬。即係8比2嗰隊。雖然呢場波係奧脫福主場 ，OK， 咁但係呢對阿仙奴，哇！我真係驚，我唔係講笑啦。阿仙奴又係類似曼城嗰個風格嗰啲球隊嚟嘅，即係又係高速運轉嘅，同埋嗰條中場線有幾恐怖，就大家應該都心裏有數。同埋除咗因為如果我唔贏呢3場，即係贏唔晒呢3場嘅話咧，除咗對阿仙奴之外咧，你踢完卡迪夫城，即係隔1場卡迪夫城之後咧，又要對熱刺之後再對愛華頓，
連續2場硬嘢。嗱呢兩場硬嘢都係快車嚟㗎，呢兩場硬嘢都係所以一號停晒4號。係係啊，好危險啊！如果贏唔晒呢3場真係好危險。你冇講快車住，你真係要講呢3場先。唔係嘅，強對碰其實輸咗都冇所謂嘅，屌最多都係弱隊度執翻3分嘅啫。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而家有冇呢個能力可以喺啲弱隊度執到3分咧？我真係唔敢講。如果你贏晒呢3場嘅話，我反而對強隊即係對翻強隊嗰陣時有即係會大機會翻啲贏波啦，即係比依家大翻機會啲咯。同埋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去到而家今時今日10月中啦，已經開季開咗成2個月啦。而家今時今日嘅曼聯咧，仍然係未揾到自己嘅狀態。所以我好希望贏到嚟緊嗰3場波，3場嚟比賽。如果唔係就我哋今個爭歐冠都應該穩穩地。如果呢係啊，所以我好希望贏到呢3場。因為呢快車住嘅啫。因為呢扎快車咧，同埋呢啲咁密集嘅賽程咧，其實已經係間接講到話俾你聽，曼聯今屆嘅定位會去到邊㗎啦。如果你踢完呢2輪嘅快車之後，你仍然都係維持住喺6、7位啊，甚至乎第9位啊，咁啊，我覺得爭歐霸都問水。你唔好講快車住啦，講埋呢3場先啦。呢3場你睇完個排位嗰陣時，你就其實可以都預見到曼聯個排位㗎啦，因為你嚟緊嗰啲快車好多硬鬥硬咁樣。跟住我哋又冇覺好瞓啦，唉。Vincent 有冇補充？冇啦。OK，咁我哋最後一個 topic， 呢個 topic 啱啱都提過㗎啦，其實啱啱都講幾多啊，不過我哋仍然要講一講。贊奴沙點解今集要抽阿贊奴沙出嚟講咧？咁啊，因為呢2個禮拜佢做咗呢個話題人物啦。點解啊？一新特蘭場波啊嘛，跟住啱啱都提過啦，捧到上天啦。然之後我咁啊，其實就自己嗰度睇啦。咁其實澳門就冇相對上冇咁嚴重嘅。但係你話如果去到香港咧？其實我見到嘅就係話，其實都開始幾多 Januzaj 波衫嘅人喺度㗎，幾多啊？出晒血㗎啦！真係幾多啊？好似馬哲達咁樣啫嘛。係啊，其實係馬哲達咁樣嘅就好老實嗰句。但係我好驚佢變咗第2個馬哲達咯。咁又唔會嘅，我諗其實贊奴沙嗰個天分應該比馬哲達高好多嘅。咁但係其實你都驚㗎呢啲嘢。班球迷使唔使真係特登追到咁樣出晒血咧？我就真係覺得有啲無謂咯。咁啊，等一季先睇定先。同埋關於贊奴沙嘅新聞咧，其實呢2個禮拜都幾多㗎啦。首先就係嗰個6國大封相啦，一入完嗰2球波之後咧，咁啊幾個國家爭住要贊奴沙啦。OK， 首先就係科索沃啦，科索沃就未得到 FIFA 承認嘅，所以科索其實就唔係一個國家隊嘅，唔係佢有國家隊嘅，但係佢冇即係佢唔係 FIFA 承認嘅國家隊咯。OK， 咁所以贊奴沙加入科索嘅嗰個可能性就其實相對上比較低嘅。但係如果你話阿爾巴尼亞咧，贊奴沙其實佢自己係好想加盟阿爾巴尼亞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國家都想爭佢啦。首先就係比利時啦、英格蘭啦、塞爾維亞啦，跟住仲有邊隊咧？好似仲有隊啊，我冇記錯的話。有冇人記得？克羅地亞係啦，克羅地亞。如果首先唔撇除阿爾巴尼亞去講先。比利時贊奴沙已經公開 reject 咗比利時嗰個國家隊邀請㗎啦。OK，咁然之後塞爾維亞同克羅地亞，阿 Vincent 有冇呢2隊同贊奴沙嘅新聞，即係嗰個可能性講啊？克羅地亞嗰個比較搞笑啦，即係好多即係有球。咦唔係喎，土耳其喎，土耳其都有，克羅地亞都有。OK。嗰個咧就係同佢阿媽有關嘅。OK。咁啊，呢個真嘅，因為因為點解咧？凡係 FIFA 嚟講，如果代表某一個國家隊嘅話，係要同佢直系親屬有關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個人嚟講就比較認真，即係我唔覺得話咩話代表南韓啊，咩代表中國啊呢啲咧，咩代表香港，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唔係好搞笑。即係若果佢真係代表亞洲國家嘅話咧，
你要諗下國際賽期佢咁樣飛嚟飛去做空中飛人嗰個影響有幾大。南韓我唔覺得呢啲嘢係好好笑咯，即係個個都話不如代表南韓啦，我真係笑唔出咯。唔係係啦。其實南韓可能你唔知啊，嗰、個問題就係話咧，南韓之前我唔記得係咪有本教科書咧，就影咗出嚟嘅，就係係瘋傳嘅喺網上就話所有嘅始祖即係所有嘅國家嘅始祖都係南韓人，係全部都係南韓人，全部都係話咩？南韓就係、即係呢個世界嘅主宰者啦，乜都係南韓人白痴人做出嚟啦。喂，即係抽翻南韓。我哋唔好講政治頻，我哋唔係呢個唔係政治頻，我哋唔好講呢啲政治嘅先。咁啊，至於克羅地亞同塞爾維亞，其實真係冇咩新聞嘅，我自己睇咋。但係其實呢幾個國家咧都係關佢阿媽事，因為塞爾維亞、土耳其同克羅地亞呢三個國家都係因為佢阿媽，所以令到佢同贊奴沙有關係扯到上嚟啦。OK， 咁至於英格蘭嗰個，其實我覺得真係幾九唔搭八嘅，即係同比利時代表唔到英格蘭。係同比利時而家情況就一樣啦，因為贊奴沙去嗰啲喺而家喺英格蘭踢波啦，咁所以英格蘭足總其實都有意係羅致贊奴沙去踢呢個國家隊啦。咁但係其實贊奴沙嗰個情況就係話要等多2年先有呢個資格去入選呢個英格蘭國家。唔係有最新嗰個講法就已經話點啊？因為英格蘭就等陣先，等我睇下先。因為英格蘭就佢好似話2009年簽有條約啦，就係話佢18歲定唔知20歲之前咧，就要喺嗰個國家效力5年先至可以代表英格蘭咯。如果佢可以取消呢條約嘅，但係要英倫4，即係我又唔識讀添。英倫4島啊嘛，咩威爾斯啊、愛爾蘭啊、英格蘭嗰隻國家一同簽名，全部同意先至可以取消咯， okay，就好難。所以唔係咁，同埋英格蘭佢如果英格蘭如果要真係爭贊奴沙，其實都可以簽嘅。唔係咁啊，英格蘭新嗰個足總上任嗰陣時嘅話，要2022年定2026年要攞世界盃冠軍啊嘛。咁就得咧。咁而家贊奴沙成紮球迷捧到佢係一個世界級球王咁英格蘭計需要啲世界級球王噶嘛，係咪先？你一個韋碧克唔夠噶嘛，你要起碼要2個球王噶嘛。跟住再加埋我哋而家當今嘅球王啊嘛，係咪先？咁所以英格蘭簽贊奴沙啦，係咪先？一定要攞啦，係咪先？你唔可以俾即係如果贊奴沙係真係，因為贊奴沙係一個相對上比較傳統嘅人咧，比較有歸屬感嘅人。佢如果佢真係加盟阿爾巴尼亞國家隊嘅話，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少少嘥咗佢嘅，係嘛 ？Vincent 你覺得贊奴沙最適合嘅加盟邊個國家？你自己個人嚟睇。若果你移翻，因為正如好多新聞都話啦，佢其實佢嘅前途係掌握於佢爸爸嘅手上，即係我個人都覺得佢爸爸嘅決定權係佢贊奴沙嘅最終決定權啦。即係嘅最終決定啦。咁啊，若果你話佢要加盟阿爾巴尼亞，我覺得個情況就等於傑斯加盟威爾斯。係啦，即係選擇加盟佢媽媽嘅出生地啦，威爾斯啦，而唔係代表英格蘭，代表過英格蘭國青隊。即係因為傑斯細個時代表過英格蘭國青隊啊嘛，就係因為佢嘅父母離異嘅原因，所以先至選擇加盟威爾斯噶嘛，令到傑斯喺呢一個國際賽嘅成就上面就因為威爾斯國家隊啦，就變得就比較空白一片，係咯。係咯。如果佢真係代表即係如果贊奴沙都係有咁嘅情況嘅話，就其實同傑斯一樣。但係如果係真係咁嘅，其實我幾 respect 佢嘅喎，即係有一個世界級嘅國家佢唔加盟，佢走去加盟呢個阿爾巴尼亞，我覺得呢樣嘢幾值得尊敬，係咯。咁啊，呢啲個個都係咁噶啦。咁啊，至於韋舒亞今個禮拜都講咗一番説話，其實都係暗串贊奴沙啦。佢話英格蘭國家隊只係英格蘭人先配得上為英格蘭國家隊效力。咁啊，呢番説話咁其實咁啱贊奴沙呢個禮拜就做咗風頭人物啦，咁啊令到各大傳媒甚至乎我哋啦都認為呢番説話係對贊奴沙講嘅。雖然韋舒亞就冇提贊奴沙個名，咁但係傻佬都知啦，佢好明顯係同贊奴沙講啦。咁呢段説話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串嘅喎，點解咧？
你而家乜撚嘢啫？你英格蘭好撚勁咩？即係老諷㗎，大佬！而家英格蘭求贊奴沙加盟喎，大佬！你講到而家好似贊奴沙求英格蘭俾佢加盟咁喎，大佬！佢呢班笑話根本分唔清個莊閒嘅喎。你明唔明啊 ？OK。就韋舒亞其實韋舒亞不嬲都串㗎啦，好老實嗰句。真係翻去食煙啦。因為韋舒亞不嬲都睇唔起曼聯，同埋都幾憎曼聯嘅，係啦。因為佢好似阿仙奴死忠嚟啊嘛。係阿仙奴死忠嚟。係啊，佢唔記得8歲定7歲就入阿仙奴 U9，即係佢哋嘅最年輕梯隊開始㗎嘛。同埋佢不嬲都唔妥曼聯㗎佢。你咪見佢韋舒亞對出曼聯都食咗屎咁樣，好似阿謝拉陳咁樣我話啦。紅牌啊嘛，我記得上次主場。韋舒亞同謝拉陳呢兩個球員其實都係嗰個性格冇乜分別嘅，都係咁憎。喂，謝拉特你唔好侮辱佢喎，謝拉特我 respect 佢。唔係，我而家站一個曼聯，我而家站一個曼聯球迷角度，我梗要屌鳩謝拉特㗎啦，死敵嚟㗎嘛！你如果站一個球迷理性嘅球迷嘅角度，咁我梗係尊敬謝拉特啦。但係呢個曼聯頻道嚟㗎嘛，屌你啊！我哋唔好太偏激條啫，就唔好即係我哋唔可以話一個 ledger 係一個咩謝拉陳咁樣嘅，有所謂咩？係跟住之後，仲有就係講完呢啲咁嘅九唔搭八非足球嘅新聞之後咧，我哋可以集中翻去贊奴沙場內嗰個問題啦。贊奴沙係咪真係咁出色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唔係啊，你哋點講咧？我自己覺得未成熟咯，即係同 C 朗嘅情況一樣，即係03年加盟嘅情況一樣，都係未成熟，都係要有待觀察咯。我自己就覺得。Vincent 咧？係呢個球員。首先要提一提一樣嘢啦，咁就贊奴沙係嗱講翻贊奴沙上陣之前嘅嘢，就係阿費 Sir 都即係讚過贊奴沙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上季曼聯領先10幾分嘅情況之下，其實都冇俾過任何一個嘅機會，包括贊奴沙在內嘅年青球員上陣，係啦。咁我唔知道費格遜當時諗緊啲乜嘢，因為除咗西布朗唔俾唔之前嗰場，其實都有可能都即係有機會俾佢上陣，但係費格遜冇用到佢一個權。咁就令到贊奴沙係成為莫耶斯手下嘅第一個嘅曼聯青訓球員，係幫莫耶斯上陣啦。咁喺呢一方面嚟講，作為一個新帥嚟講，我係尊敬莫耶斯有咁嘅膽量。咁至於講翻贊奴沙本身咧，佢亦都係自從03年費查直接由當時仍然叫曼聯預備組，而家叫曼聯 U21嘅預備組嘅梯隊升上 U21升上一隊之後咧。佢係10年後嘅即係再次由預備組直升上一隊，而唔需要經過租借嘅球員嚟嘅，係啦。咁啊，若果你話以佢喺 U18 即係11年加盟曼聯以嚟嘅表現嚟講咧，佢其實就由低谷去升翻上，因為受傷啦，同埋讀書嘅關係，由低谷升翻上去上年嘅預備組最佳U21嘅最佳球員啦。咁成段過程係平穩嘅，但係正如FG 所講啦，咁佢升咗上一隊之後，其實係完全另外一個局面嚟㗎嘛。咁無論係佢配合嘅球員啦，佢都要重新去適應過。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時都會出現翻一種老毛病，就正如佢2011年喺曼聯18出現嘅情況，就係同隊友嘅唔配合啦、唔熟悉啦，咁啊令到好多時大波會出現死扭嘅情況。佢呢一個情況亦都係正如 FG 所講啦，咁都係等於10年前嘅 C 朗咁樣咯，係啦。咁同埋我哋可以攞翻新特蘭嗰場波出嚟講，其實贊奴沙咧，佢喺呢場波嘅表現，佢傳球嗰方面咧，其實你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佢其實佢傳波咧，多數都係橫向傳波嘅，即係佢唔會有一啲 key pass，甚至乎係一啲好到位好殺食嘅傳送啦 ，OK， 完全係冇啦。對於球隊你話向前推進嗰個效果，其實真係冇乜嘅，甚至乎有時會拖慢個節奏嚟踢嘅。其實相比翻佢用 C 朗好似唔係幾啱。係咯，其實相對翻10年，原地插花係相對翻10年前嘅 C 朗啦，即係未成熟嘅 C 朗，其實嗰個問題其實係一模一樣嘅 OK。咁但係你話如果要講佢同 C 朗嘅話咧，其實佢同 C 朗嘅分別就其實在於就係話佢嗰個突破咧，其實我覺得相對上可能佢會好少少咯。即係佢唔係話佢嗰個即係當然啦，佢嗰個風格同 C 朗其實差唔多一樣，但係
嗰個效率咧，佢比 C 朗個突破咧係有效率好多嘅。我講緊10年前嗰個 C 朗，我唔係講緊而家個 C 朗啊。OK，嗱有一個畫面都幾經典嘅，喺新特蘭場波有4條友夾贊奴沙啦。OK，一下已經推甩晒4個人啦。大家有冇？但係如果大家有印象啊，你應該記得呢個畫面其實幾經典嘅。OK，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咧，贊奴沙仍然未係時候啦。嗱，18歲仔啫，有排磨啦。但係最重要嗰樣嘢，喂，簽個約先，大佬話未簽啊，仲有嗰個新聞嗱，呢兩日有新聞傳出嚟就話佢如果要簽約咧，要10萬磅嘅簽字費啊。OK，呢個數字幾誇張啊，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就經理人玩嘢啫，都係。但係佢而家仲未簽嘅，其實我好擔心啊。天空體育好似話，即係 Sky Sports 都講過話就嚟簽嘅咯。如果 Sky Sports 講到咁嘅話，我自己又因為 Sky Sports 阿 Win 之前都同我講過，就話如果佢講青年軍嘅消息咧，就其實幾準下嘅。所以我自己唔係太擔心啫，我就係想睇下佢嘅周薪或者係咪真係要俾簽字費嘅咧？6萬磅嗱，而家1000阿 Vincent，你更正我，如果我講錯，佢而家好似周薪1000磅嘅啫，係嘛？唔係。冇錯，1000磅係啊，1000磅。哇，咁少。係啦，咁如果係佢有新聞出到嚟就係話，而家一加咧加到60萬磅，唔係加到60倍啊，即係60。嗱，而家一加60倍啊，即係而家佢曼聯開出嚟嘅 offer 係6，有冇笑啦？開出嚟嘅 offer 係6萬磅周薪啊。OK， Vincent 你覺得會唔會有少貴咧？絕對會嘅嗱，其實你若果你睇翻曼聯嘅工資結構，即係其實上個賽季尾之前嘅時間，曼聯出咗最後一季嘅財政報告，即係喺最近嘅年內財政報告。其實你可以見到咧，任何球員嘅薪級嗱，我唔計楊價，因為楊價呢個係絕對失敗嘅例子啦，可以咁講。所有個球員嘅周薪啦，包括係 U21嘅球員嘅周薪，都有一個好明確嘅劃線嘅分配嘅。你就算係攞翻史摩寧啦、宗斯啦，或者係迪基亞啦，佢嚟到嘅時候有薄有名氣啦，有一個嘅穩定嘅，即係有啲叫做有天分嘅球員咧。其實最開頭嗰張約，甚至乎係香蘭迪斯嗰陣時啦，都係攞緊4至5萬磅嘅。就算你計翻係呢一個嗰個 inflation，即係個通脹嘅話，你6萬磅似乎就貴咗啲。若果你用5萬磅加 add on 嘅話，即係根據表現嚟再去比嘅話，其實我覺得咁樣先比較適合啲咯。因為如果你6萬磅做底嘅話，你下一次續約，即係就算俾你5年啦，5年後即係23歲啦，23歲開始，佢即係起碼都至少有2張約，即係3張約喺後面喎。咁我哋要加到幾多磅俾佢咧？咁呢個就會係一個問題咯。跟住同埋你話6萬磅太多啦！如果以底嚟講，即係如果5萬磅加 add on 咧，即係用表現嚟掛鈎咧，對佢無論對球會定係對佢嚟講都係公平咯。係。咁同埋呢個贊奴沙嘅續約嗰個問題咧，其實令我諗翻起就係上兩季嗰個利物浦嗰個 Sterling 啦。上一季Sterling 嗰個又係一個好 sharp 醒，又係頭一兩場上陣好 sharp 醒，然之後利物浦一加又係加幾十倍咁樣上落啦。咁啊，嗰個 Sterling 大家記唔記得佢喺邊啊？佢而家係利物浦踢緊後備嘅啫 ，OK， 即係有時好少上陣機會，係啦，史達寧啦，冇錯。咁啊，贊奴沙會唔會同呢個 Sterling 一樣嘅情況咧？我希望咁當然唔會係啦。咁如果真係去到6萬磅呢個周薪，我覺得真係有少少 over 咗啦。OK， 咁另外我琴日亦都係同一位朋友傾過啦。咁就係其實佢提到咧，佢唔係講緊贊奴沙進攻方面嘅，佢講緊贊奴沙防守端。咁啊，我好想同嗰位朋友講啫，其實贊奴沙嘅防守端就真係唔使提啦。你真係。贊奴沙嘅防守基本上冇乜嘢好講嘅，因為佢根本就唔識防守啊！我自己覺得。有冇人同C朗一樣啊？係咯，完全唔識防守。睇新特蘭場波我知啊，佢完全係嗰個無論係個走位，甚至乎係配合上面係零嘅，同埋失位都幾嚴重啦。OK， Vincent 同唔同意 Vincent？其實佢由曼聯 U18 啦開始去到曼聯 U21咧，佢最後嘅防守端都係
靠鏟嘅，就落中場鏟嘅啫。同埋佢冇話，即係佢唔係一個可以係從一般曼聯翼鋒，即係我講一線隊嘅曼聯翼鋒一樣嘅踢法咯。所以你若果你要求佢突然，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可以話係一個新任務俾佢嘅，因為佢喺曼聯嘅U21啦，去到青年軍都唔係咁樣踢嘅咯。唔需要佢防守嘅，係唔需要佢防守。係唔需要佢防守嘅，因為係佢喺前面度殺，即係等於當年嘅 C 朗一樣咯。係咯，同埋係咯，同埋好似而家車路士個馬達咁啫嘛，好老實嗰句。所以你話如果要話贊奴沙講贊奴沙嘅防守，基本上係冇得講嘅。OK，咁另外同埋我之前一直提過嗰個老毛病啦，對抗不足啦，咁啊呢個其實都係要等時間嘅磨練啦。咁啊呢個我哋可以留後再講。OK，咁啊今集就嚟到呢度，大家有冇嘢補充？我冇啦。OK，好，我哋星期五再見，拜拜。拜拜。